喜欢陈百强，我觉得他是女生最理想的他很对象。帅，对啊，他的帅不只是外表，而是他的那种才华。都會幻想自己結婚那天哦，有幻想過是陳百強。Danny 行喺最前，即刻諗到嘅就係佢嘅衣着咯。有時佢有件唐裝衫咁樣，你覺得哇，襯牛仔褲又幾有型，即係佢個品味好獨特。因為我10幾歲嗰時，即係我就係中意 Danny，我第一個最中意嘅香港嘅歌手，我就係 Danny。就因為咁，當然因為佢外表，佢外表啦、陽光啦，同埋佢才華啦。佢自己本身嘅形象咧又官仔骨骨，一出嚟冇幾耐就啲女仔就咿哇鬼叫。Danny 這樣子，然後回家我想再聽一遍他的歌聲，全都是我自己的聲音。佢就喺個太陽嘅底下，我見到佢嘅樣，我就覺得佢咧，哇發光，佢個氣質好似不食人間煙火咁樣嘅，冇人會咁着，冇人會着得比佢更加好睇。突然間喺遠處見到一個哇官仔骨骨，一件紫色嘅西裝褸，哇一路咁行過嚟，見到老遠處一個官仔骨骨，好靚仔，見咁樣陳百強坐喺度，跟住我即刻想衝埋去啦，男神嚟㗎嘛，我真係男神，真係想攬住佢啦，我啲工作人員啦，唔好失禮，唔好失禮。唔似個衣着行得好前啦，佢係個人嘅氣質啦，我覺得佢贏係呢一樣嘢嘅。知道嗰晚勁歌，陳百強會今晚又想攞喎。未出發前咧，咁就走入去總台嘅一廠度睇 Danny。今晚陳百強着乜嘢上勁歌咧？呢個世界上冇另外一個好似佢咁有才華，又咁靚仔，公子骨骨，冇得代替品喎。